個戶型咧係雙廳設計，一邊做飯廳，一邊咧做客廳。你喺呢度咧可以見到一個好靚、好靚、好清幽嘅感覺。呢個山景好正。Hello， 大家好，我係美麗啊。咁今日咧嚟到咗十里銀灘2期山林海長者飯堂呢度吓，現時嘅位置咧嚟到咗山林海嘅北區吓。咁頭先咧啱好咧過咗一架巴士啦。咁喺山林海呢度咧係有268公交車以及202公交車，可以直接坐到去大亞灣嘅霞涌啦、澳頭啦，以及咧萬達廣場，包括深圳嘅沙田14號線嘅地鐵站嘅。咁啊喺呢一邊嘅話咧，亦都可以直接坐我哋小區嘅業主流巴、京橋巴士，25蚊一個人。如果係業主咧，仲有優惠價多3蚊，22蚊一個人。呢度1小時去到翻我哋嘅呢個地鐵站啦，或者去翻深圳嘅羅湖啦、蓮塘關口都係好方便噶。咁今日嚟到呢度咧，主要咧係有業主咧想要放盤吓。咁今日咧帶俾大家嘅一套單位咧係一個超級無敵嘅大平層，1500尺。樓下呢度咧有社康診所啦，包括咧長者飯堂啦。呢個咧亦都係有政府嘅一個優惠補貼嘅吓，惠州長者助餐。咁樓下呢度咧，相對嚟講佢嘅配套咧就唔會似翻3期咁旺，但係我留意翻咧揼骨啦、按摩啦，包括咧肉菜嘅超市啦，或者係似翻港式茶餐廳樓下咧已經係有開咗噶啦吓。對比起3、4年前嘅呢一度現成嘅業態咧，基本上都係齊全晒噶啦。而且咧喺呢邊咧有一條新路，7公里就可以直接咧打通一條新嘅路線去到翻惠東高鐵站。咁惠東高鐵站咧可以直接咧坐香港西九龍嘅呢個高鐵嚇。咁啊呢架咧就係我哋嘅呢個業主巴士啦，25蚊一個人。咁我哋今日介紹嘅呢個單位咧就係位於呢度上面嘅一個小區嘅，非常之平嘅價位嚇，3000零蚊就可以買到噶啦。咁業主咧當時咧買過嚟嘅時候咧，本嚟諗住退休自住嘅，但係因為咧仲係未做完工作嚇，仲未退休。咁現時咧，因為佢係要諗去其他城市去發展，咁佢深圳亦都有物業嘅。咁呢間咧就少住咗好多呢幾年嚇，所以其實對於如果想要買翻啲業主自住嘅，又唔介意人哋住過嘅話咧，呢個單位值得大家嚟到現場嚟睇睇嘅。或者如果睇咗唔啱嘅，我哋呢個頻道上邊咧仲有好多嘅鏈接，你可以直接咧睇一睇都冇所謂嘅嚇。咁啊，上去睇睇啦。曾在擠迫都市迷戀衝刺，鐵梯過厭忘了幾多次，全身傷痛亂我的心思，堅信的心漸變猜疑，投入去哭一次喚醒心智，心歡了最獨獨那天意，靈光一閃唔透貪親切，知道珍惜平凡日子，不需要再為誰負重，幻想輕中再追夢，就算嗱，而家咧嚟到咗單位樓上啦，睇翻一個咧3000零蚊就可以入手到我哋呢個超級大平層嘅尺價嚇。而且咧係睇山景、田園景，超正嘅景觀。咁啊呢種單位咧係少之又少嘅雙拼單位。點解叫雙拼咧？相當於買1送1，有2本紅本嘅。咁啊兩公婆如果一齊買樓咧，你一間我一間，唔使爭下。3部電梯8戶。咁我哋咧呢個單位咧2個單位打通，呢度過嚟咧有個防火門嘅。咁其實咧呢一橛個空間咧冚唪唥咧都係你自己嘅啦，因為相當於一個係私人嘅獨門獨戶客。咁啊業主咧自己喺門口咧擺咗個鞋櫃位。咁如果熟悉呢個戶型嘅朋友，你應該知道呢個咧係個69平方嘅單位嚟嘅。咁啊呢個咧就86個席嚟嘅。咁我哋現時嘅呢個職位咧就係153平方，2個紅本客。咁門口呢度咧做一個邋遢嘅換鞋區啦，即係邋遢嘅鞋就可以擺出面。外用嘅鞋，咁喺呢度咧就擺翻入邊平時着開嘅嗰啲鞋啦。咁啊業主已經擺好咗鞋櫃噶啦嚇。業主自住嘅呢個單位嚇，咁主要咧而家賣樓嘅原因咧係因為乜嘢咧？係因為佢而家喺外地工作，咁加上咧佢係比較少翻銀灘啦，所以現時亦都係想要放噶嚇。咁嗱，密碼、人面識別、拍卡指紋嘅呢個高級密碼鎖，門咧就係原封嘅大門嚟嘅，樓層21樓。中高樓層入門呢度咧，其實係原嚟係個入戶花園嚟嘅，記唔記得啊？咁業主咧佢係即係
已經係鋪好晒磚噶啦，做好埋封窗，以及咧呢個位置做好埋呢啲防蚊嘅紗網。咁其實呢個戶型咧係可以做到咧，可以講得上咧係又係正南又係正北嘅。咁我再向俾大家嚟睇睇下。嗱，呢邊向翻西北，咁啊呢邊咧就向翻東南。所以咧嗱，呢個窗打開咗之後，同埋呢邊咧其實咧係對流嘅。呢個戶型咧係雙廳設計，一邊做飯廳，一邊咧做客廳。咁中間呢個咧係屬於梁嚟嘅，呢個係駁唔到嘅。所以之前有觀眾朋友咧有喺後台問過美麗話，可唔可以做一個超大大橫廳咧？咁其實缺點咧就係呢度駁唔到，所以中間呢度咧業主做咗一個隔斷咧，整咗一個玄關櫃嚇。咁如果你後期咧即係唔中意呢個櫃咧，其實都可以搬開佢，咁望起身個空間咧就闊啲嘅。咁其實業主買呢間屋咧都係3代同堂一齊住嘅，你可見到咧。擺埋酒櫃啦、麻雀機咧，呢啲娛樂設施全部都擺到滿晒嘅。咁呢個位置咧，有啲業主如果係中意飲酒嘅，你可以喺呢度咧做一個吧台都 OK 嘅。呢間屋咧講真咧，裝修就冇乜裝修嘅，可以咁講下。但係勝在咧就係景靚、價錢平，同埋樓層亦都 OK。目前咧賣緊嘅，亦都有比呢間平嘅，裝修比呢間差嘅。都要單價咧圍到翻呢條數嘅，但係我哋呢套單位咧因為好樓層，我亦都同大家講下。咁過翻嚟咧呢個位置咧就係擺 sofa 嘅位置啦，佢呢度擺咗個2.89米嘅 sofa 嗱，雲石嘅呢個家私同埋呢個電視機。業主有講嘅，如果客人係有誠心買嘅，佢呢啲家私咧佢都唔會搬走噶啦，因為佢自己喺深圳嗰邊咧，仲有物業住嘅，所以其實嗰邊都有家私，其實唔一定需要嘅吓。咁我哋咧主要睇翻個景啦。呢度咧，佢2個露台打通咗之後咧，可以見到咧個露台咧又變長咗，喺個飯廳嗰度咧都可以行出嚟。咁啊，攝影師你企喺呢個位置啦，睇睇我哋呢個山景，足夠開揚。樓底下咧望到嘅呢條村，就係我哋嘅呢一個咩村啊？你諗下，船澳村、鹽造背喺前面，呢個係呢個船澳咁啊呢度咧樓底下咧呢度咧可以見到咧好多嘅呢啲農田耕地嚇。咁其實咧呢度嘅感覺咧有啲似去到咗半海雲山，冇錯，前面直前方嗰度位置咧就半海雲山啦。呢度咧背靠住大亞灣嘅森林公園，以及咧喺嗰邊咧仲有一個咧叫做水庫嘅，嗰個水庫咧叫做咩啊？叫做一時唔記得咗啦。碧翠湖，碧翠湖啊！唉，近排真係少介紹山林海咧，一下子連詞彙咧都唔識表達啦吓。但係咧呢度咧都要同大家講下嘅嗱，呢啲咧甩漏咗，所以我同大家講下呢間屋裝修真係唔係好靚吓。但係咧低總價50幾萬可以買到一個1000幾尺嘅超級大平層，1500尺喎吓。睇翻個廚房先，呢個廚房夠唔夠大啊？十里銀灘咧好少有大廚房嘅，一般要上到120平、130平、140平先有大廚房嘅。呢度咧3、4個人一齊煮食都冇問題啦。嗱，擺到雙門雪櫃咁呢啲廚櫃咧全部咧都係元豐發展商交樓標準嚟嘅。我哋呢度咧同樣係通燃氣嘅，可以用燃氣嚟煮食嘅。咁呢個咧係個舊標嚟嘅，後期如果你買咗呢個單位啦，想要換新標咧，我哋都可以帶你去換嘅。咁熱水爐都已經係有安裝好晒啦。咁其實睇翻佢呢間屋咧，其實係好多咧呢啲煮食爐啦，包括雪櫃啦，以及熱水爐咧，全部咧都係用一線品牌嘅，所以自住嘅單位感覺都係唔同啲嘅。我入到嚟咧，聽到呢間屋咧嘅聲音咧，係聽到好多雀仔嘅聲音。如果你中意寧靜、中意安靜嘅，其實山林海有個好處咧，就係好適合退休自住嘅，因為咧呢邊咧背山，所以其實佢空氣質素好。即係你係想要話咧買喺嗰種咧寧靜啲又唔算話太差嘅地段咧，雖然佢冇3期咁旺，但係樓底下咧，我頭先留意咗啦，育菜街市啦，包括咧社康診所啦，素食餐廳啦，以及便利店啦，包括咧大家比較關心嘅一啲民生問題就係長者
食堂呢度咧都係有嘅，而且長者食飯咧一餐仲有5蚊雞嘅一個優惠。樓下有268公交車直接坐車，喺呢度係起點站、總站、巴士總站，坐去到深圳14號線嘅沙田地鐵站。如果係長者咧，辦翻張長者卡咧免費㗎啦嚇。65歲以上就免費，如果係我哋呢個60歲以上咧就半價坐車嚇。嗱，睇翻啲房先啦，你睇啲房咧一望出去咧嗰種綠油油嘅景觀嚇。呢間房間應該業主都係當客房嚟用啦，擺張簡單床，然之後呢度咧做過呢個即係電腦嘅呢啲台。嗱，講真咧，呢啲家私咧換係我都唔係話好睇得上嘅，畢竟佢住咗咁多年嚇，係咪？我覺得我係睇唔上嘅，所以我就話啦，買呢間主要買個景觀，買佢個樓層。喺呢個位置我見到巴士總站啊，呢度見唔見到啊？見唔見到前面咧嗰條石化大道嗰條路咧擴建緊啊？就係喺我指一指個方向俾我大家咧，就喺呢個位置嚇，知唔知道啊？我手指知唔知道啊？嗱，呢個位置咧，十里銀灘有一條新嘅利好消息咧，就係呢條石化大道咧係連接到大亞灣噶嘛，係咪先？咁其實咧呢條大亞灣大道去翻惠東嗰邊咧，其實咧目前有一段內水斷橋路嚟嘅。所以其實咧，而家開車去到高鐵站咧係要20分鐘左右嘅。但係如果呢條路打通咗之後，喺森林海呢個位置咧，10到15分鐘之內係絕對係會加速，因為呢條路係一個快速路嚟，直達咧就可以去到惠東站啦。咁惠東站咧可以直接坐車去到呢個深圳北站啦、東莞啦、廣州啦，香港朋友最中意嘅香港西九龍直達過嚟啦。如果坐高鐵過嚟1個鐘頭嘅高鐵咧，就可以坐過嚟噶啦。咁下次咧嗱，就睇翻啦嚇，亦都係落地窗嘅呢種形式嚟嘅，有做埋防蚊紗網嘅，咁啊呢啲都係交樓標準嚟嘅，呢間應該係佢嘅父母房嚇。嗱，主要睇個山景啦，綠油油嘅。買呢啲單位咧，好處咧真係咧隱私性係高嘅，除非人哋真係裝個無人機啦，係咪先？嗱，你喺呢度咧望唔到前面嘅樓。你望到呢啲綠油油嘅景觀嘅感覺咧，你坐喺床上或者瞓喺床上咧，有時候玩下手機攰咗嘅時候咧，你睇下呢啲綠色嘅景觀真係舒服嘅。包括咧，可以見到咧，佢擺埋衣櫃咧，個空間感咧都比較闊啦嚇，唔會話窄嘅。其實啲房係大嘅，地下咧就木地板嚟嘅。睇翻呢個咧係主人房嘅一個，嗰邊有個大房嘅嚇。咁啊呢個咧業主識嘆啊！擺個呢啲搖搖椅摁下嘅感覺，我嚟試下先。唉，年紀到咗嘅時候，我屋企都有一張咁嘅，不過我屋企冇景咧。買市區樓咧有個好處咧就係方便，有個唔好咧就係冇景睇。你喺呢度咧可以見到一個好靚、好清幽嘅感覺。呢個山景好正。呢個業主同我一樣都中意呢個花，你知唔知呢個花叫咩花？呢個我每年都會買一棵嘅蓮花蝴蝶蘭，呢個假嘅，佢呢個假嘅，我好中意呢個花嘅。應該可以講我哋廣東人都好中意啊。嗱，睇翻呢度啦，咁啊轉翻嚟啦嚇。咁其實咧，頭先喺呢度咁樣行過嚟，再行翻過嚟，你可以感受下個廳嘅闊落程度啦。同埋咧，呢度咧擺咗6人位嘅餐台咧，如果食緊飯咧，其實你望出嚟都係山景嘅。東東啊，你有冇聽到一直咧即係嗰啲雀仔嘅聲音，聽唔到啲車聲？我好中意呢種感覺即係嘅。有啲樓咧賣唔到出去咧，其實咧有時你入到嗰間屋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有啲抗拒噶啦，因為就係覺得嗰啲車聲嗶嗶咁樣嘈啦，你買嚟退休，你邊可以買咁嘅屋嘅，係咪先？太嘈。同埋呢個業主咧係我為數唔多見到咧係有呢個掃地機嘅，洗地機嘅。港人朋友係比較中意嘅，但係咧你有咁大間屋，你一定要備一個呢啲，因為真係咪做衞生做死你啊！呢個房咧係最大嘅主人房，咁其實呢個房咧係將2間房打通嘅。原來呢度咧係有一個牆噶嘛，大家應該知道嘅。咁我哋咧呢個咧其實咧就係發展商賣呢個戶型嘅時候幫你自己打通咗。咁衣帽間啦，呢度頭先業主叫我上嚟幫佢閂一閂個
呢個衣櫃，佢係喺呢度住嘅，所以啲衫都特別多嘅嚇。嗱呢度咧同你做好咗呢個衣櫃嘅位置啦。咁呢度咧做咗個化妝台，佢仲識嘆啊！喺呢度咧整張呢啲休息椅啊，嗱 king size 嘅三邊落床。其實咧佢呢種主人房咧夠大。如果大家中意嗰種住酒店嘅嗰種感覺咧，買過嗰啲咧酒店有一個坐噶嘛，跟住咧擺張嗰啲2.2米嘅大床，哇！嗰種大床比起呢啲米八嘅更加好瞓，我就中意瞓大床嘅。奈何我間屋太細，擺唔到太大嘅床。如果可以再擺大啲咧，即係你瞓越大張嘅床，我覺得係越舒服嘅。跟住咧最勁咧就係呢個洗手間。東東啊，有冇中意裝浴缸嘅感覺啊？有。佢呢度咧預留咗啦冷熱水嘅出水位嘅。咁呢個戶型當時賣嘅時候咧，就係呢度咧你可以考慮翻做浴缸嘅。但係呢度咧佢上面呢個咧就即係有啲霉啊，即係可能唔係咁通爽。呢個廁所係比較潮濕嘅。嗱呢度係有好大個窗嘅咁啊廁所夠大啦嚇，個浴屏啊同埋呢個叫咩啊？呢個企缸位咧，其實咧佢下水喉位呢啲全部都有做好，有2個下水喉位，同埋有2個呢啲刷牙洗面嘅。如果2公婆住咧都唔使驚啊！嗱，呢間屋咧整體咧就睇完啦嚇，153個積2本紅本嘅。咁啊現時咧佢嘅價單咧圍到翻咧3464蚊，3400蚊1平方。咁如果咧你似翻呢啲單位咧喺銀灘咧有冇賣得比佢個價位平咧？有40幾萬嘅都有嚇。咁40幾萬咧佢係冇裝修冇呢啲家私家電嘅，同埋個樓層係低層嘅嚇。咁我哋計下啦，呢套單位如果咧你當啦你做按揭嚟計咧，可唔可以做到咧？可以做嘅，而且佢2本紅本咧，你俾嘅首期仲會更加低。知唔知點解啊？點解？因為你有2個紅本，相當於係2個單位。咁如果你做按揭嘅情況下，咁咪就有2個名額咯，咁咪可以借多啲咯。我唔知你理唔理解到，即係當啦嗱，佢而家一間屋咧係而家業主開價呢間屋咧係53萬，但係咧你買咧唔可以淨係買一間噶嘛，你必須係2間一齊買噶嘛。咁如果你做按揭，當你一間俾30%嘅首期，咁啊一間當20萬，一間當33萬啦。咁你就係可以借多啲噶啦，係咪咁講啊？因為佢2本紅本啊嘛，咁咪簡單咁樣當住53萬同大家計住條數先啦嚇。我當啦，你俾個53萬，俾個16萬嘅首期，貸款咧就貸過37萬，貸款貸過37萬，月供嚟計1559蚊。買一個超級大平層，俾16萬嘅首期，月供1500蚊，擁有一個1500尺嘅超大單位，我去邊度揾啦？呢度隔離半海雲山，目前賣緊嘅超級大平層價位咧係要過百嘅。咁當然啦，產品線唔同，我哋唔可以咁樣去比較。但係個月供嚟講，真係差好遠，差好多噶啦。如果你真係咧想要買翻間，平平地唔想咁貴嘅，願意將呢啲錢咧慳翻落嚟做裝修嘅，因為呢啲屋嘅多多少少你係要執過整過嘅。講真咧，如果拆咗佢，重新去整個裝修咗之後，呢間屋絕對係 very good，非常靚嘅。但係起碼個裝修成本你最少都要花20萬呢個係好直接好事實嘅。但係咧，如果擁有一個1500尺嘅單位，如果喺大亞灣買，最少都要花100萬嘅總價，你先可以買到。喺呢度咧，折半個價錢你可以擁有到，而且你冇咁多錢嘅情況下，仲可以供，因為而家咧海景房咧都放寬咗條件咧可以供嘅，就要睇翻你嘅入息啦、做嘢啦，同埋你嘅一個即係支出情況下。而家呢層樓咧，反正咧3000零蚊，我覺得其實係抵買嘅嚇。我覺得咧，其實對於銀灘嘅咁多即係單位嚟講，因為銀灘嘅單位確實放盤都係有唔少嘅，但係咧似呢啲單位又有山景無遮擋嘅，好過嗰啲咧係樓對樓嘅嗰一種感覺咯。咁呢個嘅管理費咧就2個3一平啊，因為之前有觀眾朋友問我話，銀灘啲管理費到底幾錢啦？咁我同大家計下啦，呢個單位呢一個月嘅管理費咧係351蚊350零蚊嘅管理費，你知唔知呢個管理費
同我屋企木馬湖80平嘅管理費差唔多，我一個月我屋企都交成320，呢度交350，哇咁大個單位，抵到爛啦！碧桂園嘅物管都做得唔錯嘅，樓下有京橋巴士，小區門口就可以直接坐車，同埋亦都有落車點，直接喺深圳嘅羅湖蓮塘關口直接25蚊，業主價22蚊就可以坐過嚟噶啦。關口過嚟咧，頭先我有個客咧坐過嚟咧。佢同我分享咧，佢話用咗1小時10分鐘就可以喺蓮塘嘅上車，一落車就到呢度啦，所以其實係好方便嘅。因為呢度咧係梵高第一個站落啦，跟住一期有第二個站落啦，跟住再兜翻入翻3期或者入翻新林海，因為佢每班嘅車次係唔同嘅。咁呢個單位咧。簡單嘅情況咧就講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加多嘅詳細資訊咧，想要了解更加多嘅一啲十里銀灘嘅上盤咧，你都可以訂閱我哋呢個 channel 或者約個時間咧，我哋嚟到現場嚟睇樓。咁今期嘅影片我哋就到呢度，下集見，拜拜。